为什么你来之前不告诉我？老师，今晚我开心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要回到我的问题吗？他跟我的渊源不是一般的人。他上过飞空鸟，是吗？老师有没有很开心？我看到你就开心了。哎呀，很好。但是我们看到你要想让我们开心，你可还得靠你的演讲啊。压力很大的，真的。他们开心不开心不重要，有我在就好。软约做吗？他瞧不上我，他就把我一个人孤立你不要你吧，你第一眼看你都挺好的，完了跟你说两句话，你的眼睛就花的没边没样说，你们在你面前嘛就一点他不给安全感的。好，说好了，想听他讲什么？对，那我们今天来听，接下来听啊。我们听你说。中国好声音一样这个是演说，要成为大家口中的自产典范之后，我做了大概有上千场演讲，给大家的一直都是坚强励志的形象。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提过，最有可能让大家大跌眼镜的一面。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有很多标签：残疾人游泳运动员、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全国自强模范。可是如果要让我给自己一个标签的话，那一定就是爱美狂人。我的家里有3个房间，最大的那个房间是我的衣帽间，我的高跟鞋就有100双。我喜欢化妆，我化妆就不出门，如果实在太忙了，也会涂上一层口红。我觉得不涂口红出门，就跟没有穿衣服上街一样。我特别喜欢旗袍，我觉得只有旗袍才能衬托出东方女性的美。我喜欢一张一张的画设计图，在上百种布料当中选出自己最中意的，做出各种漂亮的旗袍给自己。比如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哇，对所有女生来说，爱美绝对是一种天性，但对我来说，爱美却是一种失而不得的天赋。他穿的旗袍都是世间选之内，因为这个图案都是他自己画。妈妈也喜欢把我打得漂漂亮亮的。当意外发生之后，爸爸突然拿起剪刀，走到我面前，咔嚓一刀剪掉我心爱的长发。当时我的眼泪哗啦哗啦的往下流，心里满满的都是委屈。那是失去胳膊之后，我第一次哭。对于爱美的我来说，这件事情比失去胳膊更让我觉得痛苦。我想把被爸爸扔到地上的头发捡起来。当我蹲下去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用什么来捡？那个时候，我就很深深地感受到了没有胳膊给我的无助。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心爱的裙子被妈妈一件一件的扔掉了，甚至还不准我再穿短袖。当我吵着要穿我自己喜欢的衣服时，妈妈却说：“你都已经没胳膊了，穿什么都不漂亮，还瞎折腾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1年4季我只能留着像男孩子一样的平头，穿丑丑的男装。为什么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不能留长头发？为什么我不能是漂亮的？难道失去了胳膊，就连爱美的天性也不能保留，连追求理想生活的资格也一并失去了吗？可是有一天，在我的心里面照进了一束光，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从床底下翻到了一本破旧的满是灰尘的书，书里讲的是灰姑娘的故事。我觉得自己好像比灰姑娘还惨。可是如果我也能够像她一样，保持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对生活的希望，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变得很美很幸福？我暗暗在自己的心里下决心。虽然没有手了，但是我还有脚。我开始学着用脚吃饭穿衣，用脚洗脸刷牙，甚至去学骑自行车、学游泳。我去做一切别人认为我不可能做到的事。每做到一件，我就多了一分自信，多一分自信，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多了一分美丽。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
师能够感动，跟他按钮，剪了一长发，穿上了木柄头的裙子，注意他过命人的那一句话。当我在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拿到最佳新人奖的时候，导演甚至还夸赞到：“雷青瑶，你让我找到了东方的维纳斯。”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只蝴蝶，终于破茧成蝶，张开翅膀在天空美丽绽放。女人一定要成为一道风景，而且要努力成为最美的那道。在我看来，爱美就是爱自己，而美丽就是漂亮的外表和美好的心灵。那个你刚刚说穿宝物给他讲，是真正的勇气，不是我给他讲，他有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是由你自己来选择你是什么样。有没有听到这句话？不是上天给你什么样子，是你选择你要成为什么样子。多年前我们就听到这里就好，到后面到最后他是选了乐老师到最后他是选了乐老师，因为乐老师跟他比较熟后来他是选了乐老师。各位姐妹，我看了雷信尧这个影片以后，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上天给你什么样子，你就是什么样子，而是你自己选择你要成什么样子。或许心里面这样想，今天我们比他还要优秀，就是比他还要有福报，自知健全。今天我们的求得到以后，来到我们老师求得到以后，我们受于是一子以后，我们开始来学习。我们有一天，只要我们用心，我们常常听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或许很对这句话很感动，好像是阿宝传给我的，对不对？复杂的事简单做，你就是专家。有没有？主看，我以最简单的事来讲，我们知道。只要你认真去做菜，你就是做菜专家，你就是美疗专家那你简单的事重复做，你就是行家。这句话因为我们常常听，重复的是你用心做。今天学修讲半程的过程里面，只要你用心重复的做而且真的能够觉得很简单，没有很复杂，这样来学习，你就可以真的变成赢家。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你就能够成就一个心灵的富翁。这是后学要跟周姐姐一起来分享的，因为美好是给一个有自信的人。美好绝对那个我们人生跟自助餐一样，你要吃自助餐，要自己去夹菜，对不对？老板没有送来那我们今天人生要能够丰富，要能够有智慧，真的人生要有价值，还是要持续开创还是持续开创因为时间关系或许没有办法再聊下去了。好，第三大点，当一座天堂的转播站，散播欢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往生天堂，往生无极极乐世界，要去到弥勒净土。现在我们在当一个人间的菩萨，也就是要当一个天堂的转播站，散播欢乐。但是理念非常的重要，何谓天堂？天堂在哪里？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它可以感受得到。在《天地烧》这本书里面，他说什么是天堂？天堂给特定的空间或时间，当你感觉到是真是善是美，就是天堂就是天堂。所以其实或许会觉得说，我们来到佛堂应该就是天堂就是天堂。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要成就一间天堂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或许你很简单的一段影片，叫一念之间，我们听过了4指肠的筷子也常听讲师这样讲。
那分别请我们那个会议帮我给大家的影片，这一个影片叫柿子糖的汤匙它不是筷子，那我们有时候用柿子糖的汤匙，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变黄，你手都太长了，他聊不到，可是后来一念之间的转变他教给他吃，他教给他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你看哇，大家互相合作人人为我为人人。他吃了以后，哇，大家都开始脸色红润的看他说，这个就是天堂啊，刚才是地狱，那地狱天堂在一念之间，跟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也一样也一样，一切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那一念善就是天堂，一念恶就是地狱那我们要每天260钟都活在天堂，还是活在地狱？自我选择自我选择。那其实快乐或许有分为3样，一叫感官的快乐，感官的快乐转眼即逝那禅宗跟我说，山水光芒无主人，得钱便是主人。今天你要到阿里山去走一走，阿里山的神木，阿里山的分兜经，只要你有时间，你就是它的主人。门票是200块得失荣辱，走难称义，知足即是称义。刚才我们在刚开始的一个那个里面的影片只要你知足，你就能够称义。那灵力上的快乐，灵力上的快乐，我们都会以圣人的愿望来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刚才分享的那部企业，还有我们的王永庆精灵之神，那些都是灵力上的快乐。亚历山大有3个愿望，他欧亚非三大洲，他拥有一个江山，可是等他真的对要走的时候，他有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要请医生抬棺让医生了解，绝对你即使是免医华佗在世，这个人如果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你没有办法救他，所以神仙难救无名之人。第2，请那个他的什么水草，把他所有的金钱都撒在路上，让世人了解，带不走他所拥有的金钱。2手还把那个光目光也不够，哪里不走分出来，让世人知道说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他带不走形象的东西，就是要让世人能够去理解。所以这是他3个愿望，他所有的人几乎他拥有三大